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中信兄弟啦啦隊32位成員今仔日獻光，其中春春甲妮可這兩個姑娘啊，這屆攏有到東京巨蛋來應援。啊，這屆的經典賽，台灣式的應援將做全球的焦點。這兩個姑娘啊，攏講因感覺非常的驕傲。台下頂的查某囡仔，大家攏笑眯眯。2026中信兄弟啦啦隊 Passion Sisters 全新陣容，32位成員跳開場舞，人氣搶滾。春春和妮可將單位經典賽轉來台灣的水鬼隊，看起來精神飽足袂忝。對這擺將做陪伴台灣英雄出戰東京巨蛋的 City Amaze 加油團成員，回頭想起就感覺真趣味。我覺得非常的開心，然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里程碑，因為我們在東京巨蛋的一壘側、三壘側、外野還有草皮都有做表演，我覺得非常的特別。春春在日本人氣正旺，頭一擺去東京巨蛋，場外閣有高規格台區，大間的油畫廣告牽上大塊扛棒，和大國商品的廣告輪流放送，甚至甲日本媒體的報道佔濟版面。很酷，就是也很榮幸，然後就覺得在打跑院那一天，大家就是心情比較低落嘛，所以也能帶給大家一點就是開心的事情，也是蠻不錯的。但我是覺得很驕傲。春春得上在地下主場，嘛是有真濟熱情的球迷。即便就是在他們的主場，但還是有很多熱情的日本朋友跟我們打招呼。會有一本小冊子，各國球員，然後啦啦隊員，然後所有的資料，還有我們所有的選手的應援曲，然後歌詞、照片都超級完整，然後照片也有放。我覺得非常的有心。然後因為他是一位日本人。隨台灣啦啦隊熱度在國際知名度搶關，讓世界更加認識台灣式的生活文化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